內地政策底下推動翻個港股向上啦。不過就好似今個月就好多嘢睇啦。係啊，咁啊，其實咧，即係除咗咧，就係呢一個嘅股市之外啦，咁啊，其實大家咧即係仲好關注住咧，就係呢一個內地咧，即將會唔會有好多消息咧傳出嚟咧？譬如好似之前嘅 QFII 啦，咁亦都咧即係又話有啲咧就要鼓勵呢個民間嘅投資，咁所以咧就有20項嘅措施咧可能會保障呢個民間嘅投資咧，咁啊即將會出台啦。咁啊，仲有啦一啲嘅經濟數據啦，就好似8月嘅新增貸款咁樣啦。咁啊，其實咧即係呢一個嘅劉永康啦，咁啊同埋周小川咧，曾經咧都喺呢一個嘅 G20嘅會議上面咧，都提到而家嗰個新增貸款 OK 啊，規都 OK 喎。佢話係啊，咁啊，中國幾方面可以落藥嘅，即係一方面自己啦，自行內部咧就做調整。頭先你所講嘅2個點啦，另外就再加埋啦，即係容許翻一啲叫做商業銀行咧，從事一啲受保類嘅產品嘅服務啦。咁啊，例如工行啊、建行啊呢啲銀行，即係可以考慮俾佢哋咧就做埋保險相關嘅業務。咁所以咧見到工行啊、建行啊今日都落得好穩陣啊，內人股咧今日翻生咁滯。咁啊，呢個就係中國對內方面嘅即係政策啦。咁啊，另一方面咧喺對外咧就係呢一個國際裏邊，譬如 G20啦嘅會議啦。咁喺年頭開始亦都見到中國好着跡咧，即係而家唔依賴呢一個美元資產咯。例如咧就喺 IMF 注資嗰個層面咧，中國亦都不斷投放資金。咁上個禮拜亦都講投放100億落去，咁啊即係 IMF 個 account 裏邊，希望即係增加個影響力啊。咁啊，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啦，自從美元冧咗檔之後咧，咁啊持有美元資產咧似乎成為各國之間嘅包袱，亦都咧即係 G20裏邊咧雖然冇明講，但係大家心知，所以咧討論一個即係熱門嘅話題咧，就係話究竟今次 G20咧應唔應該咧就繼續刺激經濟喎？係啦，咁啊，其實咧，即係刺激經濟咧，咁啊，都有一個共識喺度嘅。雖然咧，即係今次都係流於呢個吹水行動噶啦嚇，咁啊，但係咧，即係佢哋都話咧，而家嗰個退出市場機制咧，就而家要傾嘅話咧，就仍然都係時間尚早。咁但係咧，最重要嘅一項咧，就出咗嚟咧，就限制人哋啲薪酬啊。咁啊，但係咧，即係呢一個嘅限制薪酬嗰個問題咧，尤其是一啲嘅高級嘅銀行啊，即係例如係好似呢一個嘅高盛啊、美銀啊等等啦嚇。嗱，其實咧而家咧都有2方面嘅支持嘅，咁啊呢一個英美兩面咧，咁啊其實咧即係反對呢個限制呢個薪酬問題啦，咁但係法國同德國咧就非常之支持喎。係啊，嗱呢度睇翻咧，其實即係 G20之前咧，咁我哋見到歐洲咧亦先行嚟一個大決鬥，咁啊就係講翻啊，即係喺呢一個叫限制薪酬，其實背後意思即係監管翻呢啲金融機構就係所發放嘅花紅嘅問題啦。咁啊，其實喺歐洲區內咧，大家都所知道咧，就係呢一個英國可以話係歐洲區裏邊呢一個金融中心。咁啊亞洲區咧有香港啦，美國當然有紐約啦。咁啊歐洲區呢個金融中心英國咧，而家嚟講咧，即係睇翻個數字，歐洲80% 嘅對沖基金同埋60% 嘅私募基金咧，都係喺呢一個機構集中喺倫敦嗰度做運作嘅。咁嗱，如果今次咧設立一個監管嘅機制去監控呢一啲公司發放即係花紅嘅薪酬等等嘅事項嘅話咧，就會咧英國非常之擔心啊！呢啲機構就唔再喺呢一個英國嗰度就設立呢個總部，就走咗去瑞士一個稅務天堂嘅地方。係啊，咁啊，但係咧，即係我哋睇翻啦嚇，其實而家咧，即係法國咧就講到明話要支持啦。喂，會唔會咧對某一啲嘅大行咧，而家有嗰啲法資嘅大行咧，咁啊都造成一啲嘅即係不明朗嘅因素啦？都有喎，嗱呢個面子有關嘅喎，因為提出呢一個方案就係法國嘅總理塞科齊，咁咧就講出嚟，希望可以就執行呢一個監管嘅制度。咁啊而咧就更加咧想喺 G20咧，即係啱啱呢一次會議上面擺上台咁樣嚟到再傾。不過咧當然就係今次 G20咧就係屬於財長級嘅會議，咁啊去到咧即係今個月嘅月尾咧就再會有一個首長級嘅會議進行嘅。係啦，咁啊，但係咧當中咧即係提到啲乜嘢咧？咁其實咧就話為咗咧要防止呢個大蕭條咧嗰個帶嚟另一次嘅金融海嘯嗰個嘅風暴重演啦。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就限制一啲嘅銀行嘅高管嘅獎金發放啊。嗱，我哋記得咧即係之前咧有好多啊嘛，譬如好似美銀咁樣啦、Paulson 啦，咁其實臨走之前咧話都立咗唔知幾多億嘅呢一個嘅獎金花紅啊。而家咧就話要管制佢啦。
咁所以咧睇翻今次呢個 G20嚟緊一個首長級會議咧，就更加會清楚辨定個方向。咁啊，究竟會唔會即係真係用呢一個行政嘅措施去監管翻呢啲發生嘅即係機構咧？不過咁睇翻過往咁多人屆嘅即係財長啊、首長會議咧，最終佢哋都會達成嘅共識，就係咧好多所謂嘅共識咧，都係有一個模糊嘅地帶嘅，你行又得，唔行又得嘅。咁啊，呢個真係要睇翻嚟緊嘅佢哋 G20再開會係點啦。不過如果你話即刻反映翻喺外匯市場嗰方面嘅，我哋見到咧今日睇即係 yen 啊或者係 euro 啊嗰個即係市場外匯市場都幾波動喎。係啦，咁啊其實咧即係我哋見到咧呢一個嘅 yen 添啦，咁啊尤其是咧更加咧係開始咧即係走對92之後咧，咁啊慢慢咧就去翻呢個93，咁但係仍然都係維持住呢一個偏強嘅水平啊。咁但係咧即係好似朱志超你頭先咁講啦，其實咧即係今次咧中國咧喺內地喺呢個 G20嗰度咧就講咗好多次咧就我哋而家咧唔賣呢個美國帳啊，咁啊即係對於佢嘅美元資產咧就逐步好似係即係減少咁樣。對於美元嗰個走勢咧有冇影響咧？我哋請埋福匯亞洲分析研究部貨幣策略員咧就係崔文仲一齊傾下嘅。崔生你好啊！你好。係啦，崔生，我哋頭先咧就提到啦話呢一個嘅美元嗰個走勢啦。咁其實咧即係我哋提到咧就係話呢個美元咧而家對住呢個 yen 咧持續都係有少少偏弱嘅跡象啦。咁其實咧直至年底為止啦其實呢個美元嗰個走勢會係點樣走咧？其實睇翻美元嘅話，我哋睇翻美元指數咧，其實我哋見到日線圖美元指數其實都係比較偏弱㗎啦。咁早段時間佢大概喺77呢個位置開始揾到個支持之後咧，其實試過幾次美元都試過向上反彈嘅。咁但係見到反彈個力度咧都唔係話真係太大，第一次升到最78、79啦，然後之後近期咧其實升到接近78咧，其實已經開始跌翻落嚟。咁所以其實美金咧就其實見到幾隻貨幣嚟講咧都已經破咗位，譬如有兩隻貨幣已經係確認破咗位嘅，第一隻就係澳洲紙啦，已經係升穿咗85美仙啦。今朝咧另隻紐紙咧，即係佢姊妹國家咧都破埋69美仙嗰啲阻力位。咁所以其實呢兩隻比較高息嘅貨幣已經係開始向上走嘅話咧，其實唔排除咧會帶領埋其他非美貨幣，譬如歐羅或者英鎊咧會再升咗一陣都唔定嘅。咁啊，崔生嗱，如果睇翻即係呢個澳洲元嘅圖咧，的確過去8月份咧就令到澳洲元展現一個升浪啦。咁啊，頭先你講即係美元嘅因素啦，咁啊再關乎於金價嘅因素亦都係好好講嘅。嗱，金價繼續咧都係邁向翻1000蚊美金一盎司嘅水平啦。咁其實即係喺呢個雙馬車嘅帶動底下，澳元咧其實往後嘅升勢你可以睇到幾多咧？其實如果佢上咗去85美仙之後咧，其實最起碼都睇到88美仙嘅，因為睇翻即係技術分析，佢之前嗰個長方形咧，大概嗰個高度咧都係大概300點左右。咁如果由85美仙向上伸展300點嘅話咧，大概係88美仙。如果你話有出面可能會再有啲樂觀啲嘅睇法，可能去到90美仙都唔定。咁但係起碼去到88美仙會係我哋第一個目標啦。係咁啊！另外咧，即係睇埋呢一個嘅紐元啦。咁啊，紐元咧其實維持喺呢一個嘅67附近嗰個67、68嗰個附近嗰個水平咧，其實都好耐。今次咧破咗位，咦？好似似乎咧都幾輕而易舉咁樣咧，即係有機會去到70美仙嗰度附近喎。其實而家現價已經係69美仙㗎啦。咁你話去唔去到70美仙咧？其實就我相信就真係難度就唔係真係太高。如果譬如我哋過去比較翻即係咁多隻非美貨幣嚟講咧，其實反而咧就紐西蘭紙咧，其實嗰個走勢係比較係強少少，係近期就碰到69美仙嗰個阻力位咧之後咧，先係比較反應比較遲鈍，或者係個升勢先係放緩咗啫。咁但係其實呢一個阻力都唔係話阻到好耐嘅，其實大概2-3個禮拜之後咧，就係今朝啦，就已經穿咗69。咁如果穿咗69美仙嘅話咧，其實70美仙就應該問題唔太大㗎啦。你話起碼如果上網嘅目標價咧，可以去到72至73美仙呢啲位置。咁啊，崔生啊，咁啊再睇一睇咧，頭先同阿佢先咧傾開咧，今次 G20裏邊咧，咁啊其實歐盟啦，咁27個財長之前都已經開咗一個會㗎啦，咁啊就喺度拗下數，究竟點樣即係去睇翻由呢個監管花紅啊，以至翻咧就退唔退出啊，自己經濟呢啲話題啦。咁睇翻如果你話即係 Euro 咧，咁啊繼續咧個升勢都幾好喎，咁啊即係維持翻喺即係1.43樓上嘅水平。咁啊而家嗰個勢點走啊？其實即係 G20裏面有提過啦，其實我相信佢哋今次即係
即係傾嘅內容，其實主要都係講翻究竟佢哋咩時候或者係點樣樣達到共識去退出個市場。但係出翻嚟聽翻佢哋嘅口吻，其實大家都認為咧，而家即係而家退出就稍為可能有啲快啦。咁希望真係確認啲咧，先會真係退出。咁你話睇翻歐羅嘅走勢咧，其實見到喺大概1.24呢啲位置附近，其實買盤都幾強嘅。咁喺上個禮拜五啦，就美國出咗個就業數據之後咧，其實歐羅都有嘗試去做嗰啲低位，咁但係去到1.24呢啲位置咧，其實見到下面個買盤好強啊！當日其實係有跌咧，收市嘅時候有跌反升嘅，咁去翻高位嗰度收市嘅。咁而今朝亞洲市開市之後咧，亦都係不斷向啲新高去做嘅話咧，其實見到非美貨幣嘅買盤其實都幾強。咁但係上面個阻力咧都係喺翻1.44呢啲位置啦。咁但係見到幾隻非美咧，都譬如澳紙同埋紐紙都已經破咗啲高位嘅話咧，其實其他非美可能歐羅或者英鎊暫時比較弱啲嘅，咁我可能會遲少少先會向啲高位前進。好啊，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咧，唔該晒崔文仲啊。咁我哋睇翻咧，而家咧嗰個歐羅咧就1.43。